使唔使影下我？呢邊係3落嚟。好金啊！頭先有一段14啊，仲金14，我應該要改細啲前面個餅，改到32差唔多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山琴獵物大叔頻道。今次呢段片帶大家踩住單車，跟住大叔由元朗出發，踏上一段結合郊野與城市、看水與風景嘅旅程。一路踩到荃灣 ，Let's go！ 一早由元朗出發，先經過錦上路，呢段路好熟口面，火車頻頻經過，仲有啲鄉郊田野風味。之後轉入欖口村，啲路開始窄咗啲，但兩旁綠油油，踩住單車好寫意。轉入公安路同僑興路，沿路都有啲小村屋同農地㗎，唔多車，非常適合慢慢踩。順便感受下元朗後花園嘅靜謨，再踩多一陣就嚟到大棠荔枝山莊。夏天嚟可以常客荔枝，但係今日大叔專心踩車唔停留。再向前就到咗吉慶橋，過橋之後正式入山啦。跟住上河背水塘，環境開始幽靜，空氣清新，水塘波平如鏡，踩到呢度心都靜晒。之後進入麥理浩徑10段，去到田夫仔營地，啲路開始有挑戰性。不過大叔堅持住，經過荃錦營地，再慢慢踩落荃錦公路。呢段係成段路最刺激嘅地方，落斜快得嚟，又要留心彎位，但係風景靚到爆，睇住山林樹影閃過，好似拍緊電影咁。終點嚟到荃灣馬閃牌路，大叔成功完成全程。喺荃灣站搭地鐵返屋企，入邊休息，一邊回味今日嘅征途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留言話俾我哋知你想睇邊度踩單車。下次再見啦 ，keep riding。撲碟啊，唔飛走啊 ，OK 喎。你揾嘢食。海花。